来看嘉义竹崎有一个44岁查某人，甲伊73岁未行的老爸挟持了后，食药行底路。目前伊人搁伫病院咧抢救。那现场有一张手笔字，根据内容初步研判，这个查某囝是因为长期照顾老爸，大头伤重才会动手。救护车甲分去的女子送病院，救护人员发现，除了女子，现场还有一名73岁的士大人已经明显死亡。其身体明显僵硬，一名女性呈现昏迷状态。破病行路无方便的士大人伫咧厝内死亡，身躯无外伤，嘛无打斗的痕迹，地面上有可能是被喘气来死亡。警方发现现场有一张批，内底写着要甲爸爸带走，研判是士大人44岁的查某囝来动手。明显的外伤，那现场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那应该不是自杀，可能就是如同那个留下的遗书叙述的过程这样子。没有吵啊，可能是他们要叫急救了。厝边讲，平常时拢是这个查某囝咧照顾爸爸，哥哥则是伫咧外口做工课来趁钱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女子有可能有新生的疾病，研判是挡袂牢长期照顾的压力，才会造成这个悲剧。不过根据了解，这个家庭无通报着高风险的记录，女子无定期来就医，警方将会报请着检察官来询验遗体，而且深入调查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嘉义报道。